大家好啊，又係理財密碼1011 Michael 啊，唔知大家係咪經常聽到有人講講金唔講心呢？近排嘅金價真係破咗歷史嘅新高啊！仲有啊，老人家都話買金保值嘅，究竟而家係咪入市嘅好時機呢？有啲咩會影響個金價呢？點解會咁多人中意買金嘅呢？今集我就想同大家一齊探討呢個熱門嘅話題啊！記得同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，我哋馬上去片。唔知你另外一半有冇同你講過講金唔講心呢？如果有講過，咁真係恭喜你啦，因為咧佢意思就係講錢唔講感情。喺現實生活中啦，好多人尤其是係商業啦、婚姻或者人際關係啦，都係傾向優先考慮金錢嘅利益，而唔係純粹講感情或者心意嘅。例如結婚嘅時候啦，長輩成日講門當戶對喎，就係因為金錢係代表穩定同保障，感情雖然重要，但冇錢就難以長久㗎。咁呢個就係佢哋嘅諗法啦。今日理財密碼1011就同你講金喎，點解呢？因為黃金咧係保值嘅工具，亦都係因為黃金有佢嘅獨特性啦。喺經濟不穩能夠守住財富啊，以下就係主要嘅原因。有部分人咧就解釋咧，抗通貨膨脹啊，黃金價格係隨物價上漲，能夠抵禦貨幣嘅貶值。例如係近排美元嘅弱勢啦，金價就會升啦。避險資產嘅戰爭啦、地緣衝突，例如俄烏啦、中東啦，或者股市崩盤嘅時候啦，人咧就會湧入去買黃金避險啊。任何國家都會接受黃金啦，唔會歸零嘅。而且咧，黃金咧仲有佢嘅稀有性啦，全球儲量係有限嘅，年產量低，需求啊，包括咗央行會購金啦、珠寶行啦，都能夠推高佢嘅價值喎。雖然佢係冇利息，但係穩定，咁長期咧係保值勝過現金，尤其是係負利率嘅環境。黃金價錢5年嘅走勢，由2020年至到2025年咧，非常之厲害啊！根據最新市場數據啊，直至到咧2025年11月2號，金價咧大約有4003美元啦。過去5年咧，黃金嘅價格都係呈現強勁上漲嘅趨勢啊！從疫情低點起步，受全球不確定性，例如係通貨膨脹啦、地緣政治、央行購金嘅推動啦，總漲幅係超過150%啦。由2020年年初價1520，年中價1895啊，漲幅係24.7%。咁主要事件咧就係因為有疫情嘅爆發啦，央行係進行 QE 啦，避險需求暴增啦。2021年年初價1895，年中價1800，咁啊跌咗5%。主要原因咧就係經濟復甦，股市係吸金嘅，但年底咧係反彈。2022年由年初價1800升到去年中價1824，漲幅1.3%。主要原因係俄烏戰爭推升避險啊。2023年就由1824升到年中價2063，漲幅係達到13.1%啊。主要原因係通貨膨脹持續，以巴衝突。2024年由年初價2063啦，升到去年中價2690啊，漲幅係達到30.4%，主要原因係中國需求強，聯總會係降息啊。2025年年初價由2690，價錢至今咧係4003啊，漲幅咧達到48.8%啊。主要原因就因為特朗普嘅關稅啦、地緣緊張啦，金價係破咗4300嘅高點啊。你計到啦，2020年至到2025年啦，短短5年間由1520升到去4003啊！如果你當時係由2020年1520度買入嘅時候，今日你放出嘅時候，足足係賺咗163.36%啊！有人話金咧就代表現實保障，心咧就係理想追求。買金保值就係為咗喺講錢嘅世界守住一顆安穩嘅心啊！5年走勢證明黃金咧係亂世最佳嘅選擇啦，但記住分散風險，唔好 all in 啊！咁大家咧睇我呢個台咧都係後生仔女啊！如果你問翻你上一代啊，父母一定係講啊，
黃金嘅投資意義同埋傳統用途啊，一定係婚姻用途啊。作為嫁妝與信物，甚至而家都有人咁講嘅喎。喺華人嘅文化之中咧，黃金係婚姻中不可或缺嘅象徵啊。金飾例如係龍鳳燭啦、金鎖鏈啦、金戒指咧，係代表咗永恆不變同埋咧富貴吉祥啊！即係戴多幾十隻啊，簡直係幸福滿瀉、富貴逼人來啊！都可以作為嫁妝黃金喎，就係女方家庭贈送黃金俾新娘，象徵財富係傳承與對女兒嘅祝福啊。而男方聘金咧都係常以三金啊、金戒指、金鎖鏈、金耳環或者係五金啊作為聘禮，顯示誠意同埋經濟實力啊。黃金咧不僅係裝飾，更加係家族財富嘅實物傳承啊！所以大家見到好多名人娶新婦嘅時候咧，身上咧都帶咗唔少嘅金飾啊，簡直咧係顯示出咧經濟能力啊！到呢度，我想問大家點解咧？好多人咧都係偏好黃金而並非係白銀或者係銅啦。第一，原來就係個稀有性喎。黃金咧係極稀有嘅，全球已開採僅約20萬噸啊。但係白銀咧就較為常見嘅，年產量咧就約2.5萬噸啊。而銅咧係極常見嘅，係工業嘅金屬。咁儲存價值方面咧，黃金咧就係非常之高嘅，就係一克咧可換數十元嘅美金，但係白銀咧就係中啦，就係一克僅數元啫喎，而銅咧非常之低啦，就係1公斤僅數十元啦。而文化認同方面咧，黃金咧喺華人係視為富貴之物啦，白銀咧就多用於工業或者係首飾啦，而銅咧就為工業嘅原料。抗腐方面咧，黃金咧係永不生鏽同埋唔會氧化嘅，白銀咧就容易氧化會變黑喎，銅咧就容易生鏽。國際流通性方面，黃金咧係全球認可，譬如話係倫敦金啦，或者係紐約金啦。白銀咧流通性較弱，而銅咧幾乎係冇投資嘅價值啊。喺避險功能啦，黃金咧就非常之強啦，因為係與美元負相關啊。而白銀咧就弱嘅，隨工業需求被動，而銅咧係冇避險嘅功能嘅。好多人咧就話黃金係貨幣嘅貨幣喎，而白銀咧就係窮人嘅黃金，銅咧就係工業垃圾喎。唔怪得之得咧，好多奧運選手咧，佢隻眼就會望到金牌啦、銀牌同埋銅牌，大家諗下個價值有幾多？黃金投資嘅優點咧，第一就係保值抗通脹啊，長期抵禦貨幣嘅貶值；第二，全球流通，任何國家都認可；第三，避險嘅資產，經濟危機時上漲啊；第四，實物資產可以持有，亦都可以傳承；第五咧就係文化價值，兼具投資與情感嘅意義啊。咁但係其實咧，金咧都有佢嘅缺點喎。第一就係無息資產啦，唔係好似股票咁有股息，債券有利息。第二就係儲存嘅成本啦，需要咧保險商或者銀行嘅保管，年費咧係約0.5至1%啦。第三，短期嘅波動亦都大喎，可能下跌20至到30%。第四就係變現手續費啦，買賣嘅差咧，即係個 spread 咧，大約係3至5%。第五咧就係假貨風險啦，需要辨別真偽啊，建議買嘅時候咧係要有證書金條。綜合多次咧，點解黃金價格近年會急升咧？尤其是係2023至到2025年。咁第一咧就係美元嘅貶值啦，大家睇到聯儲局咧係減息啦，已經減咗2次啦今年。咁美元咧嘅弱勢咧係導致黃金以美元計價係上漲嘅。第二咧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，大家睇到啦，環球好多嘅戰爭，尤其是係打咗好多年嘅俄烏戰爭啊、中東衝突啦，避險需求係激增嘅。第三咧就係央行購金啦，中國啊、印度啊、俄羅斯等國嘅央行2024年都係狂買黃金去美元化。第四咧就係通脹預期啦，全球供應鏈嘅斷裂，物價上漲，黃金咧係幫我哋抗通脹啊。第五咧就係負利率嘅環境，持有現金咧好似冇乜收益喎。
但係咧資金咧就會流入咗黃金度啊！大家一定會問咧，Michael 啊，你點睇未來嘅金價？究竟係睇升就係睇跌啊？嗱，兩種情況都有啊，有睇升嘅理由，亦都有睇跌嘅風險喎。睇升嘅理由，大家去睇翻啦。美國嘅債務危機啊，國債已經超過36兆美元啦，長期係睇淡美元嘅。而央行咧亦都持續購金啊，中國目標黃金儲備達到咧3000噸，目前咧大約2300噸。通貨膨脹咧未結束喎，能源啦、糧食嘅價格仍然高企啊，戰爭嘅風險、台海、中東局勢仍然不穩啊，而機構咧亦都有資金嘅流入啊，包括咧好多嘅黃金嘅 ETF 啦，持倉係持續增加嘅。睇跌嘅風險咧都係有㗎。如果咧通貨膨脹咧係失控嘅話咧，咁聯儲局亦都會回歸咧係加息嘅，令到咧金價係重創嘅。第二咧就係經濟復甦啦。如果股市大漲咧，資金咧會流出黃金嗰度。咁另外啦就係供應嘅增加，譬如話新礦嘅發現啦，或者回收金嘅增加。究竟而家係咪適合再持倉增加買金呢？咁我就俾大家去決定翻啦。因為咧機會同埋風險都擺在大家眼前。咁究竟係會升多啲，就話會跌多啲呢？就留翻俾大家決定啦。黃金咧唔係賺快錢嘅工具，而係守住財富嘅最後一道防線。喺動盪時期咧，一兩黃金係勝過千兩白銀啊！依句古話至今都適用。大家覺得今集點樣呢？記得同我留言分享，仲有同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